2024年7月，2年前，我帶住幾件行李離開香港嚟到加拿大。當時嘅我以為，只要離開一個壓抑嘅地方，重新開始，生活就會慢慢變好。揾工作、搬屋、適應新嘅環境，面對孤獨，仲有好多對未來嘅不確定。喺呢2年裏面，我無數次地問過自己，當初離開香港究竟係咪一個正確嘅決定？呢2年裏面，我失去咗啲咩？得到咗啲咩？如果可以重新揀多次，我仲會唔會過嚟？我諗雖然我過嚟嗰陣係2024年啊，但係我做決定嗰陣咧係2022年已經做咗決定。咁2022年係乜嘢嘅時期咧？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我會形容佢係一個後社會運動期啦，講緊嘅係基本上香港社會已經有一個大致上嘅方向，未來係會點樣行？換句話嚟講，喺可預見嘅未來入面咧，香港就會沿住嗰條道路去發展。咁當其時嘅我就喺度諗啦，未來嘅我能唔能夠好開心、好適應、好自在咁樣去 fit into 呢一個大方向呢？以至到我嘅下一代能唔能夠可以好好咁喺呢一個大方向下面成長呢？當時嘅我呢，對於呢一樣嘢係好有保留嘅，咁但係都未去到話要移民呢個地步嘅，因為當時嘅我冇錢啦，冇任何嘅工作經驗啦，即係我個 package 咧喺移民嘅角度嚟講咧係唔 favorable。咁就直至到加拿大推出咗個 Hong Kong Pathway 啦，咁即係令到移民變得好簡單啦。聽落咁的確當時嘅 criteria 係好簡單嘅，咁我亦都係因為咁而心動，就決定踏上呢一條嘅救生艇。2年前嘅我咧，會想像2年後嘅而家咧係已經攞 PR 㗎啦。即係對於生活上咧，可能都係好拮據嘅，但係喺身份上咧已經得到確認，即係叫做過到你嘅主線任務已經完成咗咯。咁接下來我再點樣發展咧？嗰陣時我真係冇諗咁多嘅。咁當然而家就事與願違啦。基本上個主線任務係停滯不前啦。咁亦都係逼住要揾其他出路咯。第一年嘅話咧，我會形容佢係痛苦地快樂活着啦。痛苦個位就係工作啦，因為當時為咗極速草中啊嘛，咁所以就揀咗一份好辛苦嘅工作啦。即係無論係工作嘅時長啦、工作內容啦，甚至係工作嘅環境咧，都係好大好大嘅挑戰，好辛苦。而家諗翻咧，我都唔知自己當時點樣捱過。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亦都有好多快樂嘅元素喺第一年嗰度出現。因為啱啱嚟到加拿大啦，好多嘢都係新啦，包括我第一次有自己嘅住屋啦，第一次同女朋友一齊生活啦，有好多嘅景點啦，第一次做啦，好多嘢係第一次接觸、第一次玩啦。咁呢一啲嘅第一次咧，我覺得係有啲止痛嘅成分啊，即係喺我咁痛苦嘅工作環境底下咧，可以令我捱到落去嘅其中一個原因咯。咁去到第2年啦，搬咗屋，買咗車，生活嘅自由度咧就更加大啦。咁同女朋友經歷嘅嘢亦都更加多啦。去唔同嘅地方玩啊 road trip 啊嗰啲，第一年冇車經歷唔到嘅嘢啦。新嘅工作啦，工作環境係比我第一份工好好多啦。但係移民嘅面紗咧就慢慢打開，即係要去嘅地方去過啦，要玩嘅地方都玩過啦。食嘅嘢冇乜大轉變啊，生活冇乜大轉變嘅時候咧，慢慢就會將個焦點從外面嘅環境翻去自己度啦。究竟自己係想要啲咩啊？呢個生活係咪滿足咧？第2年最主要嘅思考問題就係呢樣嘢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轉變嚟嘅，我覺得從聚焦喺出面，聚焦喺點樣唔死喺呢個地方，到慢慢喺呢邊穩定咗少少啦，出面外在生存嘅嘢 settle down 咗之後，翻去自己嘅內心，究竟對呢個地方有咩諗法咧？就係第2年經常我會問自己嘅問題啦。
咁至於你話去到嚟緊第3年啦，坦白講掙扎 struggle 係更加多，對於留唔留喺呢一度繼續落去嘅想法亦都更加之多啦。咁但係 anyways 未組織到。咩時候係第一次覺得安定咗落嚟？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s。我會話係喺第一年啦，即係喺 North York 嗰間屋入面啦。我放工買完餸，返到屋企煮嘢食啦，打開個 projector，同我女朋友一齊睇劇。我好記得嗰時係睇《大時代》，然後一齊食嘢啦，坐喺張 sofa 度。嗰一個 moment 應該就係我第一次覺得喺加拿大 settle down 好咯，因為嗰種係一種我理想中嘅生活啊，我渴望得到嘅生活。嗰一刻就係我第一次覺得喺呢邊都算係安定咗落嚟啦，咁樣咯。我覺得係啱啱到埗嗰陣啦，啱啱搬入去 North York 嘅嗰間屋嗰陣，嗰陣時係淨係得間屋嘅啫，未有工啦，未有車牌啦，女朋友都未過嚟啦，總之係乜都未有啦，除咗間屋之外。咁與此同時就係 homesick 啦，嗰陣會有，即係一個人喺間屋入面有好多嘢會諗嘅，即係掛住屋企人啦，掛住香港啦，特別係當你冇嘢做嗰陣咧就好多咁嘅空閒時間去會諗呢啲嘢啦，再加埋乜都要自己嚟啦，煮飯啊、清潔啊、起居飲食啦，都要自己處理。當時咧就會開始掛住屋企，嗰種孤獨感咧係就咁打開 YouTube 開一首關於移民嘅歌咧，都係喊到以淚洗面咁樣嘅。直至我女朋友嚟到嗰陣咧，咁所有嘢都好返啦，我覺得。每個禮拜都有，最近仲多咗添，亦都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咯。當周圍嘅環境都穩定咗，唔使再忙於生存嗰陣，就會諗多咗呢個問題咯。而每次諗呢個問題都會有唔同嘅答案，即係琴日可能想返香港啦，劈低晒啲嘢，今日又會想不如試下捱多日啦，可能有轉機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漩渦入面去不停掙扎啦，同埋我就係會諗，如果就算真係返到香港，又係咪我想象中嘅咁理想咧？即係譬如而家香港社工嘅職場可能冇以前咁輝煌，咁我而家返去做，我係咪做得返我以前可以做到嘅職位，攞到以前攞到嘅人工？同埋我好怕後悔。我好怕當我掉低晒呢度嘅嘢返香港之後，我會後悔點解當初做呢個決定。咁當然你話我留喺呢度放棄返香港，未來會唔會後悔我唔返香港呢個決定咧？都可能會嘅。所以諗唔到，諗唔掂，認真考慮就經常有，但係冇一個認真嘅答案。我犧牲咗好多嘢啊！最大嘅犧牲就係我失去咗個親人啊！即係我曾經都有諗過，會唔會係我2024年7月27號離開香港嗰一日，就係我見佢嘅最後一面呢？咁但係最後原來係真係咯。呢樣嘢亦都可以話係我過嚟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大嘅犧牲咯。係啊，失去咗個我好愛佢嘅親人，咁我諗其他最大嘅犧牲都係同親人啊、同朋友一齊相處嘅時間咯，即係一啲我好珍而重之嘅朋友啦、中學朋友啊、大專嘅朋友啊，同佢哋一齊玩、一齊開心嘅時光咯，仲有同屋企人一齊生活嘅時光咯。咁其次就係香港份人工咯，因為從機會成本嘅角度去睇咧，我過嚟呢度放棄嘅錢咧，係多好多嘅，始終喺香港嗰邊份糧，可能係我而家呢度嘅2倍，即係喺香港做半年嘢，等於我喺度做1年嘢喎。咁所以移民呢個決定
係大大咁樣拖慢咗我未來嘅人生規劃。係咯，咁所以都係同關係有關咯。說到底嗰啲犧牲，過嚟呢度呢2年對我嘅成長係有極大嘅幫助。如果我唔過嚟，我諗我唔會有咁快速而強大嘅成長咯。講緊嘅係我由一個需要依附屋企嘅人，一個初出茅廬嘅大學畢業生，變咗一個能夠完全生活自理嘅人。講緊2年之內做到，其實係一件唔容易嘅事。而正正亦都係加拿大呢度逼住我一定要咁做咯。咁所以先逼到我可以成長得咁快啦。加拿大亦都俾咗一個好強大嘅機會我去睇清楚自己嘅能力係去到咩水平。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我從來冇諗過自己可以咁捱得嘅。特別係我第1年嗰份工，我完全冇諗過自己可以喺一個咁嘅環境下可以頂到咁耐。而另一方面，我亦都睇清楚自己有啲咩不足。我曾經以為自己專業嘅能力咧係都唔係話好差嘅喺呢個行內上，之但係過到嚟了解完呢邊嘅社工嘅體制之後咧，我發現自己其實係廢到爆啊！可以話係好多嘅不足，好多需要補強嘅地方，真係天外有天，見識多咗，同埋獨立處理生活瑣碎事嘅能力都強咗咯，決定咩時候需要做啲乜嘢，嗰種強迫我要去自理嘅能力咧，係強化咗好多。俾到啲咩我？空間啊，空間同時間啊。因為如果喺香港，我幻想自己應該係返工返到成隻狗咁啦。雖然而家呢邊都係狗啦，OK，但係嗰邊係更攰嘅狗啦，即係冇一啲可支配嘅時間去俾自己啦。咁以至到就係思考嘅空間啦。喺呢邊生活咧，多咗好多會令我自己去反思嘅空間。即係身邊面對唔同嘅人同事啊，點樣影響到我內在嘅諗法咧？呢啲諗嘢嘅空間啦，同埋時間啦，當然。而呢樣嘢係好重要，我覺得去俾我無時無刻都回顧一下自己行緊嘅呢條路係咪正確咯，而唔係好似個齒輪咁隨波逐流，到時先算人係點我又點。我覺得呢個獨立嘅思考係頻密咗好多喺加拿大呢邊。就係因為加拿大呢邊 provide 到更大嘅空間同時間俾我。哇！呢個真係靈魂拷問嚟嘅喎。我仍然覺得係香港，因為我覺得有屋企人嘅地方先係家。講緊嘅係我原生家庭啦，甚至我嘅 second family 啦，佢哋喺邊度落腳，作為佢哋嘅大本營，我嘅家就喺邊度咯。咁所以 so far，我家都仲喺香港。而好得意嘅係咧，我聽過身邊有個朋友同我分享啦，佢話佢有次去旅行買嘢啦，跟住個收銀就問佢 Where are you from？佢就答 I'm from Toronto。咁佢同我 present 嗰陣咧，佢好開心嘅，即係佢終於覺得自己係有啲轉變啦，即係 kind of 係可以同人講我係嚟自加拿大，有嗰種嘅身份上嘅轉變。而我聽完之後，我就喺度諗，如果嗰個係我會點答咧？我諗我都會答 I'm from Hong Kong，唔係因為香港呢個地方係我屋企，而係我嘅屋企人係香港。會，一定會，因為我好清楚2年前嘅我係需要呢一個機會同空間去沉澱一下，去體驗一下呢個世界，同埋去開拓更多嘅可能性。即使我知道救生艇已經係沉咗船，我喺呢度攞到身份嘅機會好低都好，花2年時間去試係絕對值得嘅。因為我而家呢個轉變喺香港可能用5年6年都未必換得到，
哇！我會同2年前嘅我講，玩下好啦，玩完好返去。即係唔好太在意呢個地方係咪一定要攞到個身份咯，因為喺呢邊生活啦，我覺得係好睇運啊，時也命也，咁啱個政策唔 favor 你，佢要轉嘅話咧，你冇咩可以做到，而咁啱你可以搭到順風車，食到個水路上嘅話咧，你就可以風調雨順咯。而呢一啲嘅時勢啊、趨勢啊，唔係單獨我一個人可以控制得到，咁所以我會同2年前嘅自己講，要學識放過自己咯。太過着緊某啲嘢，最後辛苦嘅會係自己。玩1年好走啦，唔好留2年添啊！就係咁咯。咁之但係，唉，我都唔希望過多2年之後嘅我咁同我講啊。如果佢係咁同我講嘅話，即係我又嘥咗2年啦。其實唔係，我覺得始終都要問翻自己個內心想點，問翻自己個初心係咪仲存在咯？係咪仲係需要被重視咯？定係個初心已經因為時間而改變咗，個目標已經改變咗，唔再重要嘅時候就冇需要再掙扎落去，咁樣可能會好啲，係嘛？